民间有一种讲法，就是讲这富人人若种有心的时阵，唔通看布袋戏，唔通看咖喱红仔，若无这婴仔出世会变做是软骨，甚至这咖喱红仔将龟爷伫咧开庙门祭祀的时阵嘛袂当看。根据记录呢，这红仔戏上早出现伫咧各种的宗教抑个仪式，落尾才豆豆演变做是生活娱乐，亲像这咖喱戏、皮胶戏、布袋戏等等。中华国立美术馆当咧举办世界红仔联展，有21个国家100多件红仔作品，要互民众看到东方甲西方丰富的红仔文化。这身来自意大利82公分高的红仔出场，配台湾的北管音乐，展现东方西方的艺术结合。有这身插头红仔表现出柔软有力的动作。中华馆邀请美国西北插头红仔中心甲台湾红仔戏艺术家柯家芬做伙规划世界红仔展览的活动，隆重展出21个国家100多件的红仔作品。这个展览最古老的都有好几百年以前的偶啊，所以这个是很好的机会，可以过来看国际的偶，还有很古老的，还有当代的偶啊。有4大洲21国171件的一个作品，那包括有我们彰化县里面自己的典藏，还有很多收藏家，以及呢美国西北木偶中心的相关的木偶。根据记录，红仔戏上早是出现伫各种宗教仪式。后来豆豆演变成生活娱乐。展览规划人之一的柯家芬表示，西方甲台湾的红仔戏其实有真相像的所在。意大利戏剧红仔戏内底有跳的角色，就亲像咱台湾布袋戏有合的两起。所以伊内底足侪角色其实含咱会当对应，所以我是希望讲有一个西方甲咱这边因为即届嘛有足侪，比如讲印尼啊、印度啊、日本啊遮，你会当看到，毋是比较，就是讲你会当看到别人的文化，嘛，佮看到咱家己的文化。咖喱戏、皮胶戏，100多年前的非洲插头红仔，嘛有中华在地的去红仔头师傅柯协营、柯金邦、骑兵员的作品。主办单位也望透过展出，一来互大众了解世界的红仔文化，二来欣赏台湾红仔的发展甲技术。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